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旧历新历拢是初七，嘛是大部分的公司开工开市的好日子。嘛有一寡公司今仔日发薪水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风好旺风第7条。这日风的意思就是薪水，咱讲俸禄，意思就是薪水甲福利，还佫有待遇。若发风就是靠薪水，风级是针对公务人员的服务，互因的薪水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月俸，代表是公务人员或者是吃头路的人，逐个月领着公司互因的薪水，嘛会当讲是月级、月仔钱。第二个词读做俸级，这个词是为日语来的，意思就是讲政府互公务人员服务的薪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自细汉靠老爸一点仔俸级，还有老母的月俸来度日子，欠长内度，真无简单，才甲伊请养大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风好旺风第7条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